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向上你向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 如果你是一只绿金龟，定固啊，有一天你可以变成人，你会想要做什么呢？凯翔，我是问你。首先，我不想做金龟诶，我不想当金龟子，我想当蝴蝶，用呀呗。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头戴着金丝，身穿花花衣。你看，你是不是也想当蝴蝶？你以为你唱这首歌我就不会接吗？我幼稚园就学会了好吗？你先看一下我的表情。哦，是白眼。好，无论是金龟子、定固还是蝴蝶，通常大家知道像那个卡夫卡变形记里面写的是人变成虫啊，有一个人有一天就变成了一只虫。那这种昆虫变成人的这种奇幻想法，应该很少人想过吼。对，故事的今天呢，就会同大家来分享，来小嘅就是一个奇幻的故事，是绿金龟的模仿犯，金龟耶母凤芳。那这部电视电影呢，是改编自作者高逸峰的同名短篇小说，是新锐导演钟佑霖阿优霖呢首部长片。有没有感觉比较亲切一点？对啊，人家导演就导演阿优霖哎。说到这，我觉得钟导真的是台湾很棒的新锐导演哈。如果导演你有听这一集的这个内容的话，我说导演你超棒，这样可以吗？导演，你超亲切。好，刚刚说到这部电视电影呢，是高逸峰老师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对吧？文本的改编啊，成为影视作品其实非常的常见哦，就是已经有文本了，或是有文字，或是有漫画，还有电玩这些等等等。那编剧呢，可以不用从零开始构想，然后通常这些文本都有一定的人气跟口碑。这样听起来好像比原创轻松哦。你看，因为已经有一个架构在那边了嘛，对不对？甚至连台词都有了。你看，像沙丘啊、魔戒啊、海贼王啊、做工的人啊，这些小说都是很受欢迎的文本哦。后来再改编成影视作品，但是其实改编也没有那么容易呢，没那么简单哦。对，这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很大的重点，改编没有那么容易。以前最常见的就是小说改编成电影。好，我们用这个当例子来说好了。这两种本身就是不同的创作形式。小说的作者可以用文字去铺陈、渲染，甚至留白，让读者有很多的那种想象空间，对不对？因为很多意境只能透过文字来书写，但是忝然电影的创作形式是必须透过声音跟影像，还有巧妙的剪接手法呈现故事的情节。当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天马行空的那个文字间都要一一的具体化，透过镜头拍出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没错，那这个就要靠主创团队的转化功力的哟。感觉主创团队的压力很大哦。对，好像今天呢要分享的这个绿金龟的模仿犯，那改编难度就很高。这部小说只有几页而已耶。几页？31页，很少啊。30几页听听呢。对啊，而且啊，高老师的故事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文字叙述只是创造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情绪。例如说，小说开头的第一段，你要不要来一下？绿金龟模仿犯第一段文字朗读。你是说你要朗读是吗？好。典型本地城市的夏季午后，一团团长出霉菌的灰云跟太阳出不来。当灰云一避开，阳光就落在希望公寓的外墙，照亮干枯藤蔓上的一只绿色金龟子。
这只绿色金龟子像是镶嵌在水泥墙上的一颗翡翠原石，油亮亮的。这是小说的叙述哦，是不是读起来好美，好有意境？我们可以从文字感受到高一峰老师诗意的形容，真的是文字才能做到的那一种。你看，像那个一团团长出霉菌的灰云跟太阳处不来，请问灰云跟太阳处不来，对啊，什么意思？知道怎么呈现成影像呢？是啊，所以你看读起来很过瘾吧？但是要改编成剧本，就要花一番的心力了。真的。那这部作品呢，导演本身呢，其实就是编剧。透过他的转化，剧本改编呢，就变成了这样。我再来为大家朗读一下剧本。哇，好棒哦！来，日外老旧公寓，三角形，城市某处，一间独立的老旧公寓竖立在那。三角形，我们跟着某个视角飞向这间公寓。三角形，公寓5楼墙上贴空屋出售，梯间告示牌有一些警告住户安宁、漏水之类的公告，以及消毒除虫大队的广告贴纸。好的，你看凯翔刚刚念的真的是这部戏的剧本哦。怎么办？好像没什么感情。这就是剧本，因为它要画成影像，所以凯翔刚刚念的那些三角形，你刚刚是不是有念三角形什么什么什么，三角形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剧本很重要的关键，是用来说明描述那些画面。而且你刚刚是不是有念日外公寓楼梯间？对，日就是白天。城市某处的老公寓墙上的广告，对，你看哦，还有那种描述镜头的走位动作。我们跟着某个视角飞向这座公寓。我这边还有一段。好。日外公寓楼梯间，三角形。林茉莉下楼，却被1楼住户的囤积物占据了路线。他不耐烦地踢开了障碍物，离开公寓。哇哦，你看，大家听一下，这里的三角形就代表着演员要表演的一个动作。那这就是小说变成剧本的奥妙之处咯。因为改编剧本的时候，脑里面想的都是具体的画面，比如说演出的场景啦，演员的台词啦，表演动作，穿的服装，镜头的运动，画面中出现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道具等等等。那将这些所有的细节统整起来，再以文字跟三角形整理出来。那当然最难的呢，必须要透彻的了解原著的故事，这样呢才能重新的去进行创作，对不对？正确啊，编剧有时候会进行大篇幅的改写啊，只保留最核心的情境、人设，或是说世界观，甚至有时只留下核心精神。那这都是为了让戏剧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忠于原著精神，而不是忠于小说文本。那么当然，这也是改编最难拿捏的地方咯。没错，真的是难度很高哦。像是我们的阿尤林导演，我们的阿尤林导演，周佑林导演呢，他也在访谈中有分享他身为编剧也是导演，跟高一峰老师其实开了好多次会，一直在聊绿金龟的模仿犯的核心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然后跟老师慢慢的聚焦，才一起找到故事的核心。是，比如说我们怎么跟陌生不同类型的人事物相处或是理解，还有人与人之间要怎么互相接纳，或是像是有时候我们遇到陌生人、外来者会觉得怪怪的、不自在的感觉。那钟佑林导演呢，就锁定这个核心来进行改编。是的，一直到改编了第11个版本，超多版本。Finally， 是。我们的绿金龟变成外来者，来到人类的世界，成为故事的核心。而这个版本呢，也横扫
国内外的影展，一鸣惊人哦。哇哦，掌声鼓励！因为一想到他入围很多国内外的影展，一鸣惊人，我就很想帮他拍手。大家知道吗？他已经入围至少11项国内外的影展，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此时此刻哈。也许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哦。那他入围了什么呢？都很厉害哦。像是入围了那个美国罗德岛国际电影节，很厉害哈。来加拿大班福电视节洛基奖长片奖等等等，还有也得到了金钟奖的电视电影奖，金钟奖是冲绳环太平洋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还有美国科幻恐怖与动作电影节科幻故事片卓越奖暨化妆技巧类卓越奖的得奖肯定，是不是要掌声？哇，抛数！哇，美国、加拿大、金钟奖还有日本都有奖，对。鼓手嘞，这个绿金龟的模仿犯啊，就是这么的优秀。阿 N 就先来搞台嘎金龟子的客语，想不到了吧？我好像在植入什么广告哦。你的意思说想不到，你又要来这一招是不是？对，想不到了吧？又要来教大家客语。那金龟子的客语怎么说呢？就是金龟诶。海陆腔金龟儿，很好。那学完了金龟的客语，到底影视版本的故事跟原著的小说又嘛改某内容有什么不一样？等下就来跟大家分享傅英雄聊在不可思议的故事。金龟儿的模仿犯，不可思议。Let's talk。杜斯杜的一撮Q番的雾，比来一只金龟的，伊头充满点点的看见出乎的神法。都市的一座老旧公寓，飞来一只绿色的金龟子，透过窗户默默地观察着每一位住户的生活点滴。一个金龟的有一日，好点点的变做一个细牙狗的，佢开始学人的各种行为，甚至同厨夫开始一位互动。这只金龟子有一天忽然变成了一位年轻男子，他开始学习人类的各种行为，甚至跟公寓的住户展开互动。总感觉很像戏说台湾的剧情。不会啊，因为这不是很魔幻吗？这部戏这么的魔幻，我们当然要魔幻一点的呈现啊。OK， 佢加入113年迄个罗伯的神法，佢同江奶奶嘅細妹舞者都用台跳雙人舞，佢和條條嘅同上海行跳下人牽線，一條所有嘅行為都係學同看人類用嘅做嘅。他加入了獨居老伯伯的生活。他跟美麗的女舞者在陽台跳雙人舞，他偷偷幫曖昧的住戶牽線，他的所有行為都是模仿與觀察人類。天天呢，佢進來見今日也條出乎，佢就從一面鏡嘅走出很多人心肝跳度嘅想夢，甚至笑同驚。對佢來講，人比佢想的還較複雜，加動盪。慢慢的，他越來越融入這座公寓的住戶，他也像一面鏡子般映照出住戶們內心的渴望、希望，甚至是恐懼。對他而言，人類遠比他想象的複雜太多太多。前面金龜和黑毛變種人離開一撮 Q 番的霧。最後，綠金龜還是無法成為人類，離開了公寓。这部绿金龟的模仿犯呢，真的是很奇幻哦，而且呢，剧本台词不多，所有的情感张力都放在演员的眼神、表情的诠释，真的是很有挑战性哦。是的，所以我们要先来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
女主角黄佩嘉。她近期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面的媳妇小欧，而且啊，这个角色太受欢迎了，被号称为国民媳妇儿。后星球啊，黑啦啊！她在这个绿金龟的模仿犯里面饰演的是一位现代舞的舞者哦，所以她跳的舞蹈就是要模仿昆虫的动作，所以大家可以感受或是想象一下那整个舞蹈啊，她都要把身体放得很低很低，因为很像昆虫嘛哈，然后肢体变得很机械化，她还要模仿这种昆虫爬行的感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黄佩嘉从小就学舞了。不过呢，她自从开始演戏之后呢，她已经有10年没有跳舞喽。那为了这部戏呢，她还重新的去上了舞蹈课。你知道她说她练完舞的那个隔天啊，全身肌肉超酸痛，躺在那个床上爬不起来啊。然后因为她从小就学舞嘛，对不对？那这次在戏里面又饰演一个专业的舞者，所以你知道她压力就会很大，因为大家就会说，你不就是舞者吗？所以她就是会觉得说要表现得更好才可以这样子。她真的是一个很用功的演员哦。是的。那另外一位呢，跟佩嘉一起对手戏的男主角谢章颖，他为了演昆虫，他也很厉害，他也很辛苦，因为呢，他的眼睛要看起来像金龟子的眼睛嘛，对，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戴那个特殊的隐形眼镜，戴到眼睛发炎呢，很辛苦而且他又要演虫，又要演人，真的是很难诠释，难度很高。对啊，他看完剧本的时候，你知道他还跟导演说：“导演，我好像不是看得很懂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对标人物或是人物形象可以参考嘛，对不对？因为大部分演的都是人啊，可他这次要挑战的是一只虫，到底虫要怎么演？那么原本我们的男主角谢章颖跟导演还把这个角色想象成什么机器人或是像狗狗的感觉，结果效果不好，最后他就跟导演突破盲点，他们说不应该一直想着虫要怎么演，因为反正也没人知道。于是就先把目标放在模仿人类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在模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能带出那种不协调感，像是剧中的绿金龟一样，学习跟公寓里的住户就是人类做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事情。那在剧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绿金龟变成人之后对这些住户来说呢，就是闯入他们的生活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不过呢，剧中的住户呢，也会把期望投射在绿金龟身上。是的，毕炯公，有些人呢思念孩子，就把绿金龟当成儿子来照顾。那有些人呢害怕蟑螂，就把绿金龟当成一样是蟑螂，当成是坏虫那样子，想要把它赶走这样子。是的。所以这些人好的坏的各种事情、各种情绪都会投射在绿金龟的身上。对，但是男主角演绿金龟还不是最难的。怎么说？因为本剧最大的困难大家一定猜不到，那就是发绿金龟金龟本人的通告。没想到吧？因为那个绿金龟金龟是夏天的昆虫嘛，但是导演在拍摄的时候刚好是冬天，那么为了金龟的镜头一直等到春暖花开，才等到10几只活生生绿油油的演员。我只听过发狗狗的演员，我没有听过发金龟子的。真的，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需要动物的角色，对不对？但真的没有人发过金龟子。好的，那像这些演员，这些所谓的金龟子要配合这个剧情爬行就要用食物去引诱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会闹脾气罢工还有情绪啊。是的，所以导演说自己都快要变成昆虫专家了，追妹最后这些主角杀青后都被放生，再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恭喜这些绿油油的演员们收工了哦。哎呀，好，那这部作品呢，除了虫变人，人变回虫的奇幻过程之外呢，我们的导演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所谓
客家元宇宙。那个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语言的设定。因为呢，现在的戏剧呢，越来越追求这种真实感，对，所以在语言的设定上，都会尽量的要自然、刺眼。嘿，如果呢，剧中的角色呢，必须讲嘿，枪不会讲客家话的阿婆，就是只会讲客语的阿婆，或是呢，只会讲河洛语的摊贩老板，刚刚会晓讲台语的头家哦，头家，你这样不自然，没吃眼，我吃眼掉哎。鼓手怎么有种英文的感觉？鼓手通常都会让他们维持原本的母语来表现，是的，就比较自然嘛。但是呢，导演在绿金龟的模仿犯呢，他使用了奇幻电影的世界观，所以导演呢就决定在这部戏中，所有的角色，你不管来自哪里啊，在哪里工作啊，连金龟子都要使用客家话来沟通哦。我觉得其实我很喜欢导演的这个想象跟观点。我跟导演聊过，我那时候就说：“导演，那这里面是不是就使用自然语啊？”就导演就不假思索说：“没有，我要100%全客语。”我就说：“哈？”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要客家元宇宙。”所以就是凯翔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就因为是客家元宇宙与奇幻电影的世界观的设定，整部戏只用客语，可是看起来非常的自然哦。那从这部作品入围的大大小小的奖项来看呢，在剧本的改编上、演员的表演上，甚至客家元宇宙的设定，都是非常成功，非常成功的。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部作品。OK， 那既然呢，今天的作品呢是以昆虫为主角，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老虫跟虫有关的客话，一起来学习吧。来哟 Let's go。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虫，昆虫的客语四线腔，虫海陆腔，虫儿。那说到虫呢，听出来来小给一下跟虫有关的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我准备好了，好，但没有要唱了。对，第一首呢是火焰虫，火焰虫。我现在用四线腔来念一次哦。好啊。那你可以帮我打个拍子吗？给我一个 tempo。没有其他好听一点的东西可以使用吗？我这里杯子可以吗？可以。好，那再一次哦，我先哈。好，1、2、3，一两上。给我一个 tempo。火焰虫，吱吱虫，用桃树下吊灯笼，灯笼讲照西风，西风暗跌落坎。好，听能海陆腔，我可以念快一点吗？可以啊，换你。火焰虫，吱吱虫，用桃树下吊灯笼，灯笼讲照西风，西风暗跌落坎。OK，very good。耶！好了，我先来帮大家用华语翻译一下哈。刚刚说的那一段那个童谣哈是这样说的：萤火虫，鸡鸡虫，杨桃树下吊灯笼，灯笼光照四方，四方暗，跌落坎。请问你这是有在翻吗？你只把刚才念的再念一遍而已啊！我来翻。好，你说。这首童谣的意思是：夏天的夜里，杨桃树下有萤火虫跟发出叽叽声的昆虫们。那么萤火虫可以照亮四周，如果黑暗中四周没有光亮，就会跌倒。对，就会跌倒。是不是一首很可爱的童谣呢？大家那这里的客语呢有2种虫哦。第一种呢就是会自带 spotlight 的萤火虫，那客语四线腔就会说火焰虫。海陆腔火焰虫。那另外呢还有唱到另外一种虫叫做鸡鸡虫，客语四线腔就是
叽叽虫，这真的很有趣哦。就是只要发出那种像叽叽叫声的虫，夏天在草丛常常会听到那种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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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然后呢就会被客家人叫做叽叽虫。是海陆腔叽叽虫，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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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第二首童谣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南部客家庄的童谣，也跟虫有关哦。那准备登场的虫呢是蝴蝶，客语呢叫做用鸭贝。那要不要来跟大家念一下童谣啊？那个杯子请准备。好，来哦，预备，给我一个 tempo。用鸭贝比哥哥上来電，口來講無法鞋，唔鬆口，無拋山，爭熱條，阿姊唔是笑，家都是神梯門了。嘿，有没有这首童谣？觉得怎么样呢？这首童谣翻成中文很童趣，内容其实跟蝴蝶没有关系，但是主要是因为念起来押韵好玩。我来跟大家翻译一下好不好？好啊。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出嫁的时候啊，那个装扮虽然很寒酸，但是请姐姐不要难过，嫁过去以后就有福可享了，因为夫家是住在大门楼的有钱人家。我知道你在笑什么，各位听众朋友，这真的是早期的念谣。那现代的话，我们什么音，我们要尽量的独立自主。对，要黑条白给那个比较早期的童谣，对，所以他们的好，没错，对，像永鸭贝哈，我们的 same morning 要比狗狗啦。蝴蝶的海陆腔跟四线腔真的动某恐龙哦。你们叫什么？永鸭贝，我们叫做拉哥。听起来真的不太一样哦，而且那个海陆腔的尾音很重要。对，雅哥，我觉得你的有一点太刻意了，OK， 好的。那蝴蝶，你那个好的是什么？好的，这个蝴蝶介绍完之后呢，就要来说一下蝴蝶的小时候啦。是的，小时候的蝴蝶就是毛毛虫，它敢发黑，弄毛虫。海陆腔弄毛虫，就弄毛虫的意思啦，弄毛虫。四线腔是虐毛虫啊，海陆腔是弄毛虫，不是虐毛就是弄毛。我们好坏哦。好啦，那海陆跟四线的蝴蝶呢，念起来也很不一样哦。毛毛虫也很不一样哦。所以今天学了这么多虫，凤阳虫、鸡鸡虫、牛魔虫，大家是不是快变成多重人格了？这个谐音梗很不好笑。好啦，各位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教的客语，到底这些虫可以怎么念呢？昆虫四线腔，虫海陆腔，虫啊。萤火虫，凤阳虫，火ram虫。鸡鸡虫，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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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叫的虫，四线腔，叽叽虫。海陆腔，叽叽虫。蝴蝶，用鸭个，鸭个。毛毛虫，弄毛虫，弄毛虫。好，等一下，说了这么多虫，我还有2个压轴要跟大家分享哈。第一个呢是筛虫，筛虫呢就是蛲虫，因为筛虫的那个筛呢，在客语呢有贪吃的意思，所以呢客语呢就是指寄生在人体、吸收人类养分、很贪吃的虫，就叫做筛虫。贪吃的虫。筛虫。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压轴的虫，这个伊克里姐姐一定意想不到。说，那我先从第一个字开始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什么虫哦？它写起来呢，是屎缸虫。拜托，狗屎的屎，水缸的缸。昆虫的虫啊，好不文雅。屎缸虫。对，但是很重要。是。它的客语呢叫做四公虫。我当然知道啊，那就是苍蝇的幼虫。
蛆，我觉得讲苍蝇的幼虫感觉还好，但是你一讲出蛆，那个很有画面哈。海陆腔就是喜共冲啊，你知道吗？它除了蛆，还可以用来形容坐不住的人，什么意思？例如说，你坐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扭来扭去、动来动去、扭来扭去，就会有人说：“哎、啊，你喜共冲哦。”哦，你是四公虫哦。对。OK。那今天的剧后课也就到这边。希望大家有想到乜嘅同虫嘅有關嘅影視作品，咩再同人分享哦，歡迎留言給我們。來喲，上嚟了，拜拜，拜拜。Let's go。